繼續來看國民黨新媒體部的鄭主任韋順佑做一塊影片宣傳反毒油，也毋過伊是用 AI 技術合成着賴總統的聲音來變聲，因為安尼，所以刑事局去因兜來調查。台北市長蔣萬安來嗆聲，講是伊拜託着韋順佑的團隊協助宣傳，若有代誌，請賴政府就找伊。也毋過嘛引發着民進黨的質疑，到底蔣萬安授權到什麼程度？民進黨議員公開的要求警察來辦案，這難道不是指揮辦案嗎？火氣真大，台北市長蔣萬安為國民黨前新媒體部主任韋順佑講公道話，正正為着宣傳705上街道所做反毒油影片，用 AI 去甲總統賴清德的聲音加做伙，韋順佑總局刑事局調查。上個星期，其實我拜會朱立倫主席的時候，有特別拜託我朋友的團隊協助制作宣傳的影片，有事衝着我來，不要針對小編查水表。若向中央發聲，有代志催掛，這一句特別拜託韋順佑做影片，和正義個小向家己。蔣萬安市長果然沒有讓人家失望哦，他說這個影片是他去叫這個人做的影片，那我就問。他是有授權這個人做到什麼程度？甚至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連地調會廖先祥，佮安排內政部檢檢署以檢察運用查水表的事件檢視執法標準為主題，做專題報告佮備詢。這個當然是非常明顯的是上級交辦，但是呢，我覺得這個案子最重要的問題就是，到底我們的政府還有我們的司法單位有沒有依法行政的問題？偽造別人的聲音啊，我想全體的台灣人民都不能夠接受。刑事局呢，已經就這個刑訴法的230、231然後報請這個北檢來偵辦。韋順佑在個人社群平台放條，互咱期待民進黨當時當提出積極的面對涉案的問題。總統府回應言論自由，無代表會當冒用任何人的聲音，呼籲政黨攻防，無應該明記知影袂使，佮挑干要做。